大家好，我係 Gary，歡迎收睇今日熱話。今日係2025年5月1號，星期四，亦都係今日嘅第一條影片。今集主要同大家分享兩單新聞。第一單就係疑似新型八達通騙案，有女網民從未用過八達通銀包功能，近日卻發現八達通內離奇俾人存入500蚊，之後收到有人致電表示轉錯咗500蚊俾佢，嗰人竟然知道佢嘅電話號碼，甚至知道佢嘅英文名，並威嚇佢即刻轉返俾佢，否則報警控告佢。而第二單就係前幾日有港男乘搭香港快運返香港嘅時候，俾坐喺前面嘅男童搞到杯麵入邊啲滾水蛋出嚟淥親，但係事件竟然有後續，就係事後男童嘅母親咁講咗第二個版本出嚟，究竟邊個喺度講大話呢？當然到最後呢，香港快運回覆咗星島，說出經過調查後嘅事件真相。喺開始講落去之前，記得俾 like 同撳訂閱掣。亦都鼓勵大家喺睇完影片之後留言分享你哋嘅睇法同埋自身經歷。睇影片嘅時間越長，就係對 Gary 最大嘅支持。衷心感謝各位網友。首先講下第一單疑似新型八達通騙案。根據星島頭條報道，有女事主近日喺社交平台 Threads 發帖表示，收到電話有個人打嚟話佢用八達通轉錯咗500蚊俾我，然後打過嚟又叫我即刻轉返俾佢，唔係要去報警。女事主上載同過錯數者嘅對話截圖，睇到對方表示正前往荔枝角警局報案，並附有報案編號。該人士更加留言：如不能追回，會告你偷竊。女事主強調：我從未用過八達通銀包功能，亦都冇用登記轉數快，check 到係有收到錢，原來電話都過到。佢批評該來電者叫人退款嘅態度惡劣，佢一嚟就要高高在上嘅指控語氣，第一句已講要立即過數，否則就告我。佢形容該人態度極差，用好惡嘅語氣，不停話你唔轉俾我，我就報警。講咗5至6次要報警告我。雖然女事主相信佢真係唔小心轉錯，但係對於事件亦感到相當奇怪。我都未用過八達通銀包服務，佢仲知埋我英文名，唔知邊度會睇到。有多咗錢，但係唔係入落八達通，係八達通錢包。如果佢唔講喺邊，我都唔會揾到呢個位。網民紛紛留言提醒女事主別輕易相信過錯數，懷疑事件可能係新型騙案，唔排除對方試入賬戶口成功就背後做一推盜取資料行為。任何電子錢包包括轉數快，咁 Apps 始終就經銀行去轉賬，過程一定 involve 雙方嘅戶口，咁所以退錢每跟進都係要小心謹慎處理，千祈唔好信。你一有動作就響你個 account 扣晒你啲錢，語氣態度越惡就越大機會係詐騙或者係有問題。唔少網民又擔心有關款項同埋再轉賬嘅戶口可能涉及不法行為，點知轉俾佢個戶口同呢筆錢係咪黑錢？唔好亂個錢俾人，陣間係人頭戶口，即係詐騙集團戶口，到時就水洗都唔清。唔少網民建議女事主聯絡八達通公司或警方同官方程序處理，別私下退回有關款項，千祈唔好信佢。佢報咗警就等警方揾八達通，再等八達通聯絡你。所有嘢要跟足 official channel 處理，咁樣先有根有據，千祈唔好私下解決。點知係咪騙案？打返個防騙熱線先，18222。咁根據八達通官方網頁資料，所有付款交易一經完成將不可撤銷，因此客戶喺作出付款之前，應確保收款人同轉賬資料正確無誤。八達通發言人回覆星島頭條表示，如誤將款項支付俾錯誤收款人，客戶可以透過八達通熱線電話22662222聯絡八達通協助處理。客戶亦可以下載八達通銀包錯誤轉賬退款申請表格，填妥之後以電郵或者郵寄方式提交申請。女事主喺回覆過錯數人士嘅時候，已經表示會選擇跟程序保障返大家安全。佢其後更新後續，表示八達通公司打嚟話會轉返走筆錢，我唔用任何動作。唔知大家有冇遇過類似嘅騙案？歡迎大家喺下低留言分享。至於有另一單要講嘅就係，有港男日前搭乘香港快運由越南富國島回港，喺機上淥杯麵時被滾水燙傷手。佢喺網上公審前座一名小童喺度跳，引致佢被滾水淥手。又公開2段短片，指小童母親鬧佢黐 X 線，引發網民熱議關注。
涉事小童母親化名叫阿 May，主動聯絡星島頭條澄清事件真相。佢表示，該港男葉先生指控佢嘅仔喺座位上蹦蹦跳跳，絕無其事。葉先生嘅指控嚴重失實，完全係大話連篇。佢表示呢，佢兩名兒子喺機上全程冇騷擾其他乘客，更加冇喺座位上蹦蹦跳跳。佢已聯絡航空公司請求協助，包括提供當日當值空姐嘅口供，及希望揾到附近座位嘅乘客做證明啊。佢指出，事發嘅時候有兩位空姐推住餐車，正喺佢旁邊工作，應該目睹事件。佢哋可以證明我個仔當時冇任何蹦蹦跳跳嘅動作。咁佢又模擬當時港男放杯麵情況啦，估計佢部機咁樣砸咗落去杯麵度，所以倒瀉咗。佢又指當時兩名嘅仔都扣上安全帶，根本唔可能做出如港男所指嘅蹦跳動作。我哋一向搭飛機都驚有突發氣流，一定全程扣實安全帶，所以由個仔喺座位上面跳係絕對冇可能嘅事嘅。佢講述當時情況，佢7歲大仔坐喺該港男前面，大仔只係正常坐住，亦都冇將座位調校挨後。突然聽到後面有人喺度鬧，望過去嘅時候冇睇錯嘅話，見到葉先生將杯麵嘅放喺電腦上，湯已經倒瀉。我仲未搞清楚發生咩事，佢就突然用粗口鬧我個仔黐 X 線。阿 May 當時即刻反駁：你講咩啊？你講咩啊？黐 X 線啊！佢指該港男事發之後放上網嘅短片出自佢口中嘅黐 X 線，其實當時只係複述港男鬧佢仔嘅說話，俾人選擇性惡意剪輯。當時完整句子應大約為：你講咩啊？你講咩？黐 X 線啊！你話我仔黐 X 線先嘅。佢指該港男鬧人說話亦都夾雜粗口，質疑佢唔敢公開當時嘅完整影片，只係 cut 頭 cut 尾，選擇性剪輯部分有利佢嘅零碎片段。該港男指控阿 May 嘅丈夫，其後亦有加入戰團一同鬧佢。阿 May 指出呢個亦同事實不符，我老公坐嘅位因為被餐車擋住視線，冇睇到事發經過，只聽到葉先生鬧我八婆。於是我老公引問佢咩事，佢表示呢，其老公聽到呢該港男呢，就係指佢個仔搞到佢杯麵倒瀉，就信以為真，就同佢講唔好意思，小朋友唔小心。但該港男繼續罵小朋友大晒啊！阿 May 表示呢，丈夫之後呢冇鬧該港男。該港男公開嘅另一段短片指控阿 May 鬧其母親。短片聽到佢講咗一句你收聲。May 表示當時佢亦都情緒激動，唔太記得確實嘅每句說話。佢可能有講過你收聲，但係已經忘記點解當時會咁樣講。佢記得港男母親正在勸交。阿 May 表示準備向該港男葉先生發律師信，追究佢誹謗同埋惡意公開肖像嘅責任。成件事根本係佢自己冇放穩杯麵，卻借題發揮，誇大其詞，甚至擺片公審。公開我嘅樣，佢已去信香港快運，要求提供相關證據，協助澄清事件。香港快運於4月29號回覆星島頭條表示，有關顧客喺4月27號乘搭 UO597 由富國島前往香港嘅不愉快體驗。香港快運航空調查之後發現，該航班據報有一名未成年乘客於座位上面跳動，導致後排乘客嘅杯麵瀉出，並俾熱液體燙傷，引發爭執。期間，香港快運嘅機組人員盡力進行調解同勸阻，並安排受傷乘客移至後排位置，並為佢處理傷口。機組人員之後同受傷乘客跟進，確認佢嘅無需送院治理。香港快運強調，保障每一位顧客嘅安全同權益係首要任務，並唔會容忍任何機上滋擾行為。香港快運謹就事件向受影響嘅乘客致歉。對於3方面嘅說法呢，唔知各位又信邊個呢？歡迎喺下邊呢留言講講。咁多謝各位陪 Gary 將影片睇到最後，我哋下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